哈喽，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我的手账频道。这一期用的是这大王的冬日小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桌子有点不一样？没错，我把手账的东西都搬到书房里来了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房间里拥挤了。现在的书房就是我的手账小天地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沉浸式观看吧。